咱感谢上帝吼，甲咱陪伴，咱才有定着的时间来准时开始。特别是有许多不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你若通过 YouTube 踮咧看直接的播送哈，特别感谢上帝。虽然讲无法度出门，不过咱相信也通过今仔日暗时的聚会，要搁一摆来领受上帝对你教会的心意。上帝在这个世代继续带领他的教会，我们相信。他必定对我们教会有说话，他有期待。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全部仰望交托。咱这个时阵，若要请青年团体带咱来敬拜。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从座位上起立，我们一起用来诗歌来赞美神。一起来拍手赞美。是我心的坚固，你是我随时帮助，我不会疑惑，你拯救我的生命，你是我慈爱救主，你是我全能天赋，我不会恐惧，因我有你的能力，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主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是我们心的坚固，你是我心的坚固，你是我随时帮助，我不会疑惑，你拯救我的生命，你是我慈爱救主，你是我全能天赋，我不会恐惧，因我有你的能力，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但主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就算生命遭受狂风暴雨无情的袭击，但主你大能双手高举我赢得胜利，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你是真实救主，永远不离弃我，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应许永不改变，阿拉法与欧米伽，创始成终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全地都要尊荣你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全地都要尊荣你主，你是永活的真神。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的心切慕你，就像鹿切慕溪水一样。
主，你是我们心所爱，我们要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是我们的心切慕。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更深的来唱出我的心要切慕。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如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主，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
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主，请你来充满我们的心。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面，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咱做阵阿头祈祷，听阮阿爸伯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肺炎流行的时阵，互阮信心，阮无惊吓来甲你的面前，来参加阮属灵教会设教127周年的培灵会。你是阮的石盘，你是阮的山寨。你甲阮讲，恁得为迄个城市来求平安，为迄个城市祈求耶和华，因为迄个城得到平安，恁也要得到平安。愿为阮所徛起的城市来祈祷，为阮国家来祈祷。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一成，地里亲像天里。上帝啊，阮的心切切羡慕你，亲像落切切羡慕溪水。正年会热倒，
求你赐下圣灵，大大充满你的仆人，全部使，互伊今日即个培灵会要讲的，讲的，甲阮听的平地得到造就，会当刺激阮大家的心，互阮大家的心智会当得到激励，又搁坚固，会当去行。阮将今日的培灵会为头到尾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带领，求你啊公司看顾无法度来到阮中间的兄弟，阮拢需要你，求你坚固阮手所做工，愿一切荣耀拢归乎你。阮安尼祈求、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所以我来共读圣经。这个圣经是伫哥林多前书3章5到11节。我先用华语来念哈。那在这个 PPT 上面，它是在和修本第251页。哥林多前书3章第5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执事，借着你们信了。这不过是照着主给个人的恩赐去做罢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使它生长。可见栽种了算不了什么，浇灌了也算不了什么，唯有上帝能使它生长。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到自己的报酬，因为我是上帝的同工。而你们是上帝的田地，上帝的房屋。我知道上帝所给我的恩赐，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我用台语来读。台语汉语版伫新约188页，第5节安尼讲吼：阿波罗是啥物？保罗是啥物？是恁所对因来信的册用，照主所赏赐逐人的。我栽种，阿波罗压水，独上帝予伊大长。安尼生栽种的、压水的。拢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那尔。栽种的甲压水的是一样，若是逐人照家己的着磨，要得到家己的工钱，因为因阮是上帝的工着磨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园，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智慧的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顶面总是，逐人着谨慎怎样起伊，因为所下的地基以外，无人会下别的地基。地基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共读到这，所以这信息分享，咱请个蔡牧师。信息是恢复教会的本质。敬听柯牧师以及主内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对昨暗到今仔日有2天会当甲大家伫遮分享。我相信咱的教会设立127年，南港教会嘛是马街设立的128年所以我感觉真有意思这摆阁受邀请真正希望来彼此激励啦。我嘛感觉教会需要突破，教会需要有新的拓展所以这是真要紧的咱今仔的教会所面对的，毋是一项单一的，因为这个代志就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拢咧面对的，这个是
《经济学人》周刊第3位车机的封面呢。我用华语好了，我等一下台语的掺着讲哈，我这样顺畅一点。那是《经济学人》周刊在3月2号的封面，他用了一个地球，也用了中国的这个5星旗做口罩，他这个也很讽刺的啦。那我们想，中国武汉爆发的这个肺炎病毒，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总共这个全世界已经有102441个确诊，3494人死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造成的经济损失不能估计。在最保守都已经超过1600亿美金，最保守到现在而已。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教会在这一波一样，他这里讲到武汉的病毒是否成为一个大流行，这是他英文的标题啦。封面上他用的这个标题，他这个周刊这一期的标题都写着，它会不会将来成为一种大流行？那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刚刚长老已经带我们读过了。那我们再思考一下，我带着大家思考，因为我觉得神的话是最宝贵的。我们都知道亚波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在亚历山大那边受到很好的栽培。那保罗更不用讲了，他的身份背景我们熟，他算什么？我们不过都是上帝的仆人，要引导你们来归信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主所分派的工作去做。你相信神对你有他的计划跟心意吗？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拣选，所以主耶稣才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保罗在这里说，我栽种，光我也是不够，需要亚波罗来浇水灌溉。可是让他长大的却是上帝，栽种的跟浇灌的都算不了什么，一切都在于使他生长的上帝。栽种的跟浇灌的没有什么差别，也不用计较，也不要觉得你在教会我做好多，那个人怎么都在那边无动于衷。上帝会按照每一个人的工作酬报他，而我们都是上帝的同工，你们是上帝的园地，你们也都是上帝的建筑物。我们是上帝给我的，我用了上帝给我的恩赐，好像一个内行的建筑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我们现在造教育馆，很快的都拿到执照之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使用这一个新的建筑物。但是我必须要再讲，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里面那一个被神拣选起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一群人，才叫做教会。阿们吗？所以你到哪里，那里就是教会。你一定是一个行动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可是每一个人都要谨慎自己怎么样在这根基上建造，因为上帝已经立了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唯一的根基，没有人能够在其他的根基上了。所以我昨天在分享，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让教会真正成为教会。教会有教会的本业，譬如说我这一间店就是卖面包的，我的本业就是好好的做面包、卖面包，应该是这样子。教会一定有教会要做的事情，不能不务正业。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2件事情，一个是大诫命，一个是大使命。我们只要能够培养健康的门徒，昨天我一直在讲，要成为一个一生跟随的门徒，不能只有短暂。信主那几年，一直到见主面，都要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健康的门徒，我们才能够去实践上帝的大诫命，也才能够去完成上帝托付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不断的颁布给我们，甚至在他升天前再三嘱托，一而再的不断的说，我相信他3年半，我昨天有讲，耶稣只有3大事工，耶稣讲过的比喻，耶稣讲过的道理不知道多少，可是临别赠言要走的时候，他讲的是大使命，要我们去普天下，召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因为主没有叫我们来做一个教徒，有教才有的叫教徒。很多人说我是基督教教徒，那就是有教才有咯，没叫就没啦，叫了牧师啊，丢落去叫啊就来一个。也不是只要你做一个信徒就好了，做一个半信听，听了一堆道理走不出来的也没办法。所以我感谢主，主耶稣最后教我们是要到普天下，召万民做我的门徒。每一个人的过程一定从无到有，或者是你在母腹里面，你就是基督徒。很多儿主很好啊，上国中就开始有一点怪怪的，高中大学之后就噜啦嚓啦，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要改变，一定要完成主耶稣托付的，这才是教会的本业啊。大诫命是什么？第一，一定要爱上帝，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第二，跟这个一样重要，就是要爱人如己，就这样。但是我们来今天我要讲，就是我们再一下回顾一下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庆祝，今年是155年，我昨天有讲。1865年开始，今年是2020。我们回顾长老教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就是我们今年55年前设立100年的时候，发起一个叫做贝加运动。贝加运动，我觉得这是关键。到今天我常在想，总会可能没有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一直教导的就是教会不一定要大了，小而美就好了。我跟你讲，小绝不会美啊。你看那个店受不了几个客人，每天这样，他要不要关啊？最近疫情那么严重，很多饭店说掉到剩下2层啊，有的真的是做不下去，都一直关呢。我在南崁有2间很大的餐厅，都是做婚宴的，都在2月20，今年还29号，2月底全部歇业。大竹在芦竹区有个地方叫大竹，另外也很大的，总共就最近2月底关掉3间大间的餐厅呢。真的，这个不是非同小可了。礁溪，我看见那个新闻，很大的一间温泉饭店也关了，歇业。我跟你讲，不是说昨天很强，以后就永远强啊。所以我看到在社教100年的时候，1954年发起了一个贝加运动。在那个时候，长老教会的总人数59471人，59471啊！全台湾长老教会，包括原住民在内，233间。经过10年，贝加10年。1964年底，长老教会再做一个统计，人数是102943人。10年，教会数从233刚好倍增，变466间。所以过去那像大安教会啊、台北大，我看到60周年、60多年，这个都是在这个时候啊。发起的、设立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很多的教会
达到这个。那个时候的口号只有3件事情，一个就是要我们献心，献你的心。献心就是你每天读经祷告，就这样，这个标题就这样。他只写你每天读经祷告，每天哦，他标题是这样写哦。再来，他说要献金，金嘛，献金，金钱，献金，每人每月献10元。总会还有一个目标，叫你每年每月每人每1个月要献10块。献功要献刚，就是每个礼拜要传福音1次。他多具体啊！每个礼拜传福音1次，我就问你，这个礼拜有没有传福音了？我看到总会用这么句，今天我都没有看过总会在写任何有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但是这辉煌的10年，奠定了长老教会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我们教会127年，100年以上的教会，我们要怎么样走？我再用几个例子来讲。少子化跟老人化，大家不用讲了，对不对？这些事情，我们有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口一直在外移。现在这一次的疫情会造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过去因为经济跟各种方式，有很多人连打工赚钱，或者是去就业，都往东南亚、往欧美、往日本、韩国，很多人去。我教会很多人在韩国跟日本工作，也有在大陆工作，非常多。薪资的问题，这我不特别讲。那确实是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大的变化跟转变。在这看的字比较大。199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起薪，1998这个台湾的这政府公告的，是大概29887了。但2018年29922，20年过去只多了35块钱。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再去想看别的方法。这谁公布的？劳动部2018年7月公布的。主计处公布薪资调查，台湾2015年的平均月薪467，所以很多人说我哪有领那么多？再公布出来，有人说我哪有那么多？平均啊，你懂吗？平均啊。但是韩国呢？在2020他们政府公告，他们是107521了，日本是114508了。我们去过很多以色列，我就每次去问问他们薪水也是比我们高很多的啦。这有一个托尔西德里亚斯条例，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当中，2大航权国家，一个叫西班牙，一个叫葡萄牙，这2个帝国那时候在亚历山大6世的调解下，在1494年的6月7号。在西班牙的托尔德西利亚斯这个地方签订了一个瓜分世界的协议，也就是用交往子午线，东边属葡萄牙，西边属西班牙。你们这些列强要去殖民，我们还是分一分好了。所以葡萄牙曾经来到我们这边，这个那时候有多强啊？巴西也是讲葡萄牙语的，西班牙。所有的阿根廷、美洲、南美那些都讲西班牙语的，菲律宾也是啊，都被管过的。但是后来有称作叫欧洲五猪，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5个欧元区的国家，他们的欧债问题还是很大。这一次我跟你讲，意大利真是惨痛啊！它是唯一跟着中国“一带一路”的，真是被带到一个很惨的地步。现在连教皇那边都已经也感染了，对不对？梵蒂冈啊，所以没有很困难啊，在意大利真的，它的这么好的我昨天讲精品，最大的精品都在意大利，最好的有名的东西，它那边真的，可是这一下子就很麻烦了。
要靠很多的外在外力去救，这一下子这些国家更麻烦了。而且这次欧洲真的，我们的那个陈时中部长说，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欧洲啦。所以我要讲不是昨天强就永远强。我跟你讲，要好好的。今天我们有这个根基，我常也跟南坎教会讲，当我们有这个根基，我们就要好好的站稳它，而且要更加的向下扎根，继续向上结果。阿们吗？我先讲濒死衰弱的教会。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过去台湾的教会被称为20世纪的神迹的，这些都是因为有原住民，对吗？原住民其实我们长老教会到今天的人数还是在20多万，长老会在2年前2018年公告是25万多啦，说我们的信徒有25万多啦。但是台湾2300万也不过是1%左右啊。但是原住民他们大概有2成5到3成是的比例是信耶稣的，这比平地人多很多了。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报纸、西式的中学，我们的医疗、音乐、幼儿教育、协谈、环保、母语、民主化，其实长老教会是很好的，这真的是很好。这个刚刚讲过了，现今这个我特别讲过，人数也是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我有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已经讲，你可以再想一想看，这是有可以查证的数据。但是现在长老教会2016年总会公告的长老教会是1265间，现在再给你增加一点，应该也没有到1300了，大概1200多。但是你注意你注意看0到49个495间，50到99的386间，100到199的257间，这就叫200人以下的。士林教会应该是在跟我们南坎教会或之前我在的大直教会都是属于200人以上。这个几间呢？127间。所以比例呢，你来算一下，超过100人的，当然包括200人，对不对？就是 30%。因为100到199是20，200以上10，所以长老教会虽然号称将近1300间教会，但是有100人以上，100不是很多，就100人能够聚会的教会，只有30%， 100间只有30间。换句话说，你可以算这两个加起来，257加127也没多少了，380几间而已，真的就这样而已。传了155年呢。堂会占81%，知会占19%，有20%还在知会。什么叫知会？你知道吗？30个不到叫知会，听懂吗？一个要成立堂会要30人这总会的法规规定了。也就是没有30人的教会，还占了将近20%了。我再讲一个更大，就是儿童青少年流失，人口老化。那这里也是长老教会统计的，信徒总数258222人。但是这总会统计的每一个礼拜天出席做礼拜，今天不能用疫情，疫情又掉3成，现在大概剩6、7成在做礼拜。真的是这样。但是这个不要，这是正常的时候，2016年统计的，这很正常。那时候没有平均做礼拜，每一个礼拜1300间教会来做礼拜，人数只有118147人。请问一下，25万8的一半多少？是不是还有12万多
12、3万对吗？可是做礼拜不到一半，那我们就不知道其他这1半多的人跑去哪里。陪餐会员，再讲个每周平均出席，就是一个教1200对1300间教的平均有大有小，我们就不能用一个来说了，就有大有小，平均起来93人。那陪餐会员是33445人，所以25万来统计在这个信徒，可是陪餐什么洗礼的啦，是3万多，男的5万6，女的7万7，糟糕！长老教会的弟兄是比较弱的，对吗？姐妹很强壮。每一次2016年，这不是在50年前说每个月每个人献10块的年代哦，已经到物价已经这么高了，吃一碗牛肉面都100块的时代，一碗牛肉面我们随便到麦当劳平均吃要差不多100块的年代哦。每一次礼拜天的平均，每个人每次奉献49块，真的，这总会统计的啦，我也编不出这种数字来。那信徒数，长老教会的这个信徒数，你可以仔细看这个图，大家在这应该看得到。这个蓝色的这个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总数，25万了，对不对？到2020年25万嘛，对吗？是这样没有？那么早期在1960年代的时候，还是15万多了。慢慢上去到1960、1970到15万、18万，然后过了2000年以后，1990以后就有20万人了，到今天25万人，这样讲啊。但是那个红色的是指你的比例啦，你所占的比例，占整人口的比例就是1点多%啦，1.2%啦，我们整个比例人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呢，你知道全台湾的基督徒人数有没有增长？你知道有没有增长？有。现在台湾全部基督徒的人数，我刚刚查了一下，这是比较新的。如果你想再看比较新的，应该都有哈。这个比较新的一定有长老教会的人来。现在2018年，我查一个2018年10月16号统计的，全台湾基督徒154万人，我当作155万，我今天到160万好了。今天基督徒人数是160万哦。所以再看下一张图，你看这张图好了，长老教会，我们从1995年看了20万，对不对？慢慢到这里25万，就是在这个长老教会非常平稳，蓝色的看到吗？很平稳。你看，所有的教会，就台湾的不分宗派了，全部的教派的基督徒，一开始1995到1995年的时候，还只有40万人，全部的基督徒哦。那加长老会大概就是60万人，这样对吗？可是之后开始成长，2000年。因为2000年福音运动就是1990年开始运动到2000年的，全部的宗派都在努力一个10年倍增。好，一直走，一直走，走到2005年已经上来了。然后呢，你看哦，到2010年，从2000年到10年，跳到了将近90多万，看到吗？其他宗派哦，然后继续走，走到今天，这里还不到120，可是我看到全部台湾那扣掉150，刚刚讲多少？156万，156万扣到长老会的25万，那大概130万，对吗？其他宗派的将近130万啊。那我意思说，信徒逐渐增加，但是这20年来，长老教会没有什么动，有可能还一直在掉。所以我从这里，我只是大家有一个互相勉励的彼此来关心啦，不是说我以前很强，以后一定强啦。我跟你保证，只要你今天这个教会
我没有统计过台北中会，他是干部啊，可以去问问看。你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新竹中会50间教，我们做了统计，没有儿童主日学的教会，没有儿童主日学的，还有10间以上。青少年团契都在10个人以下的，或者没有的，占1半以上。超过30间，50间教育，还有30间是不，就是都没有什么，就是大概20几间是10人以下，甚至没有。我跟你讲，如果一个教会教派将近1半的教会是儿童跟青少年都一直掉，就快没有了，那怎么办呢？10年、20年后，你可以想这个教，我昨天有讲，我们这一代的长老，这些很好的姐妹们，这些50岁到60、70岁，这些真的是在过去我们讲过贝加运动那个时代，这样一直上来到今50年来了，他们是对信仰很执着、很坚定的。但这一代他们会退休，奉献会渐渐减少，他不可能按照他11奉献，按照他有收入，他领退休金，他的奉献不会那么多了。那年轻人跟儿童又不上来，我告诉你，这个教会再过10年、20年。台湾的各宗派，你在观察这一条线，就不是这样写了啦，就不是这样画了啦。所以我一直为什么我昨天到今天，其实我用一些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教会改变，我们的信徒一定要转成门徒才有可能。所以这是跟大家一开始的交通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团长，我有一个分析，就是质的危机。我觉得质也是有一个，我们说我们重质不重量。我跟你讲，你为什么你是不是常常到大卖场 Costco 或是什么去买东西，对不对？你一定比较大，家乐福或是大型的卖场里面买嘛，因为东西你要挑什么都有，而且都很新鲜，都一直来。干嘛点的差不多没上你买啊，对不？好歹你也买 Seven， 买全家，因为全家就是我家。没有听到广告是你的家在旁边，你也不用储存，冰箱都在那里，每天随时很方便吗？不是吗？现在还有那个全联，就很方便啊。我觉得昨天我已经讲了，读圣经这件事情，我们的牧师是圣经公会，我知道这圣经很关键啊。但是我觉得我们长老教会是唯独圣经，但是有多少人好好的？真的花很多时间去读圣经，所以我就是要鼓励大家，你不能失去圣经。好，当你失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品质就会落了，因为一切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渐渐用传统、渐渐用组织来取代神真理的话语，教会就没有办法用真理来让弟兄姐妹在生活里面、在信仰里面都有他最后决定的标准。为什么改革中要讲唯独圣经？因为天主教就是失落了圣经，同意吗？只有主教，只有教廷里面几个人会读啊。那时候拉丁文没有翻译啊，大家都是解释权在他手里啊。所以，当我们今天已经拥有圣经，都翻译这么多，尤其我们的圣经翻译那么多种文字，那么多种版本，坊间有那么多的圣经，但是你有好好的真的花时间去好好的读圣经吗？好好的灵修吗？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我觉得回到宣教也好，回到教会的建造也好，我觉得要坚持长老会，就是要坚持圣经的精神。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我们就很麻烦了。所以长老教会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对不？一代兴，二代成，三代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心明满处经，对不对？这句话你听懂吗？第一代哇，好兴旺啊！第二代大家还很热忱啊，行啊，诚恳的诚啊。三代无明，什么意思吗？似懂非懂，都看不清楚了，已经都盲目了，这样的。因为没有神的话，已经都
爱去不去做礼拜也好，这已经都是这样了。第4代，你请我不赢，还3请4请，有教才有的教友还不少，这样就很麻烦了。到第5代讲5常神明个满厝经，意思都去乱信乱拜了，跟着去了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教会要复兴，我觉得就是找回圣经。我觉得把圣经找到是很关键的，因为圣经是很重要的。我就看到旧约，我们看到约西亚王58年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圣殿洁净，所以就派了亚撒利亚的儿子撒番、马西亚去整修耶和华的殿。他们就把奉献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搬运出来，结果希勒家的祭司就发现耶和华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书在那里被他们找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约西亚的时代，信仰的复兴是从找到耶和华的律法书开始。如果是这样，今天教会就要找出来，包括儿童、青少年，我们的成人都更热爱这一本神的话语，而且不只是听，而且要读，而且要去行。我想圣经是圣灵感动下，它充满了鼓励、造就、安慰，有时候也有一点点责备我们。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能够重新找回圣经，重新听上帝的话，让我们重新开始来宣扬上帝的话。我想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所以我昨天有讲，我想来想去，我们门徒要3代门徒，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就想到你灵修一定要一个是全家用一样的，所以我们才找一本是所有的每个年龄都可以用的。所以我们现在儿童，今天我等一下影片或者我昨天都播青少年，都播我们的学生牧区啊。那今天我在讲儿童也一样，你知道我们的儿童从幼稚园开始到小学，他们都做 QT 啊，还要教 QT， 他们写 QT 啊 ，QT 就是灵修啦。我常常看他们灵修，我看到这是小学2年级、3年级的。在家里面，很多家庭就是鼓励就少看电视，然后就是跟孩子有多一点的灵修，就是用一本同样的进度、同样的方式，只是它的这个是给儿童本看的，我爱主耶稣。那年纪清晨国度，成人看活泼的生命，类似这样。我举例子，就是你要有一致性，让这教会从老到少大家都一样，分享的信息、谈的内容都是一样，这样全个教会它是长一样的。那我就无意间看到一个游记，这个是圣严法师2001年写的，叫做《英伦4部曲》，在英国。这个圣严他用游记的方式描述他在英国叫做 Devon 这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我也特别找了照片，叫做盖亚之家禅修中心，盖亚 House。你知道这个本来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非常大的营地，非常好的一个圣公会他们用的一个营地，非常好的。他就是很得意了，很开心。这个圣严他这个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地方呢盖了这个灵修中心。他原来是那因为教会越来越没落，也没有能力再管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就要出售了。那后来有一个英国人在缅甸出家修行，回到英国之后，在1984年开设了这个地方。1984年，我看这个地方还蛮漂亮的，哇！它这里有这个 house， 你看那个田园在一个片里面，还真的不错，看起来。你看它春夏秋冬，哇，不同的情况，这个树长的叶子长的样子真的是不一样啊！你看，本来放十字架的，现在放一个佛陀在那里，看到没有？里面有人在禅修，我就想这应该是一个灵修很好啦，也很好的地方
可是当我们基督徒不用，其他的宗教就跑来了。所以这个我就感觉到，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想，这间圣公会，这圣公会啊，英国圣公会的一个营地留下来就卖掉了，就不见了，佛教把它买下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要慢慢建立一个平衡多元的教会。我相信我们一定要健康，你健康就会成长，这是一定的啊。好，所以你要平衡多元，你这个教会我们要很平衡的来走。我们叫做用两只翅膀，我们教会用双翼。两只翅膀，我常讲什么叫两只翅膀，你知道吗？我们昨天讲如鹰展翅上腾，就是要两只翅膀。两只翅膀就是对教会来说，就是第一个叫做主日聚会，大翅膀，你一定要这个很强而有力的聚会。做礼拜这件事情，没有比这个重要。我昨天看了一个，这里你就上网看看，林宏信老师刚好他分享了一个2020的一个，他说这10年是关键的10年。他里面一句话都强调，让礼拜成为礼拜，真的。他写过一本书叫《让教会成为教会》。我看昨天讲了一句话，让礼拜，我反复再思考一下。但我一直觉得，这只翅膀是真的很重要，做礼拜是非常重要。那另外一只翅膀就是小组，没有比这个重要了。这两只翅膀一起做才会飞啊。然后呢，对你个人来说也是两只翅膀，上帝的话，上帝的灵，读经跟祷告、灵修要一起，这个是两只翅膀，你才能够一起飞。那我看到史瓦茨这个德国的一个牧师，他因为他用了很多时间去拜访跟研究了全世界1000多间教会，就是这个教会都有健康成长，也能够很稳定的成长。他就把每一个教会去他们拜访，而且研究他们所有的资料跟这教会成长的历史背景之后，他们看了这个教会的特色之后，写出了这个教会的内容，然后把这1000多间都在世界上都很好的教会，他们做了一个整理，写出了一本书啊。那这个书就是叫做自然健康成长的教会。他提到了有这几件事情，这8件事情啊，他做了一个健康教会的诊断。他说，这8件事情就是所有能够到今天稳健而持续成长，而且带领很多的人能够来建造教会的，就是这8个因素。第一个因素，使人得力的领导。我发觉，如果一个教会，我们的领导，长老教会是小会智慧啦，就牧师跟长老，所以这个要有一个使人得力，每一个人哇，在这个领导下，每一个人都强而有力，是吧？第二个，恩赐为本的侍奉，就是这个教会都在侍奉，都有侍奉，弄得好塞说。但是他们关键弟兄姐妹，他的恩赐会把对的人都摆在对的位置上，这样。再来，充满热情的灵性，他们的灵性，我们灵性非常的热情啊。这个教会看到就是能够成长的教会，每一个人都对灵命非常的追求，都非常的充满对灵性这方面，对属灵灵修真的都充满了追求。第4个，发挥功能的结构。好，来，我们每个教会都有它的组织架构，但是他讲到这个架构是为了让教会可以把它不同的功能都发展到好的一个架构。第5个，激励人心的礼拜，这我很同意的了。做礼拜这件事情，让人们很想一直进来，在礼拜当中，他完全可以感受到他来到教会的真正的意义。第6个，整全发展的小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是从1995年接触小组，到今天，我看到我在大直到今天，我都是用小组，
我真正的相信，到今天我也观察，教会要成长，真的要用小组的模式。你说我们用团契，我跟你讲，团契里面一定要有小组，团契要小组化，就这样。团契就好像我们的牧区啦，就是一个牧区，牧区里面一定要把小组带动得很好。你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庞然大物，或者是就这些人，那没有在小组里面，没有被互相关照的人是很困难的啦，真的。尤其现在，如果有一天做主日礼拜暂时不能的话，请问一下，你要用什么方法？谁去关照？哪几个人在一起？他们可不可以一起约好在谁家里面？我们这5个人没问题吗？5个人一起看直播，一起好好的来灵修，一起来做什么？这个教会功能才不会3个月不聚会之后，我跟你讲有没有帮起耶？真的有可能啊。再来就是需要为本的布道。当我们传福音，你有没有以需要为本？你跟这个人传，但是又不知道他的需要，这传不下去了。再来一个就是相亲相爱的关系。我跟你讲，这教会爱的氛围是最重要的啦。离开爱真的很难。昨天我也有分享。所以换句话说，教会是2个平台同时建立，一个是福音，一个是牧养，一个是对外，一个是对内，对吗？我用刚刚我们在讲的以需要为本的布道跟充满热情的灵性，你牧养他，你就是要带领他在这2个平台同时进行。那这个下面我用的是小组，小组可以全人兼顾的小组跟相亲相爱的这个关系，然后带领出其他的，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用其他的8个方法，包括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导，要有礼拜，要有侍奉，要有组织，这个是结构组织，这是很关键的。我想这8点我把它浓缩整理，透过这2个平台把这些做起来，才有办法啦。那我们看到马鞍峰教会 Rick Warren 他分享了，他也是一个健康教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直奔标杆》，过去很多人读过。他说21世纪最重要的议题是教会健康，而不一定是教会增长。他说你健康的自然成长。那么他的方法我看看有5个指标，我也觉得蛮好的。这些指标性的我常常去思考，那么我们有没有用到？第一个，肢体关系越来越温暖。刚刚也是要相爱嘛。第二个，门徒训练越来越有深度。他讲到门训。第3，敬拜越来越强。哇，很强而有力的所以教会的礼拜啦、敬拜，这个是很重要，我也相信。再来，教会的侍奉越来越宽广，还是讲到侍奉。第5点，福音工作越来越扩张，还是传福音。所以我发觉这5点也是教会不得不想的。那我自己牧会的心得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讲道要能医治人心，就是你分享，那他感受得到神的话touch到他很渴望去遵行神的道，他很渴望把他听到的再继续跟人家分享，他有感动他才能够跟人家分享啊。所以讲道了，我还是觉得教会讲道很重要。第2，礼拜一定要更新啊。第3，团队的服事，走团队。第4，合一。我觉得教会就是合一啦，教会一闹分裂就很难了，要团结。第5，信徒都要参与小组，这是我的体会啊，我只是讲个人浅见呐。6，教会要成为社区的祝福，教会要跟社区在一起，不要门关着自己玩，这样别人都觉得那个，虽然我们的墙不高啦，可是人家觉得很高哦，门槛很高啦，这里面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就可以改变。所以在这里，我想教会是要让人健康得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wartz 牧师，他就用这个例子来分享。他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图，他说：教会有弱项，
换句话说，每一个桶子所能承载的水量是由最短的铜板来决定，你同意吗？今晚都一支上帝，就是你的弱项，对吗？我们教会一定有强项，但是也有弱项啊。所以我们要去分享说我们的弱项在哪里。好，那要把弱项找出来。那这些水呢，你能承载得了它的，就是里面的会友，就是里面的人数啊。那同样的，你旁边要有一些东西，把它剥开汤扣，给扣起来，这就是我们有很好的特质，就可以把它凝聚得很好，这样教会才能够这个生生不息，能够蒸蒸日上，对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讲一遍，如果这个木桶代表教会，铜板就代表教会的很多的优良的特质，但是你的铜板都很短，可能你的弱项就多了，这样子。那里面的水就代表上帝的祝福和新加入的会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常常问教会，我的弱项在哪里？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再回答一下，意见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平衡的教会，要如鹰展翅，能够飞的，而不是把翅膀当好看，装饰一大堆，绑着金啊、金子的啦，绑着什么东西让它飞不动，这是没有办法的。教会要成为教会，就是让教会更多的让教会的本质发展出来，教会的本业发展出来，就这样子。所以我想更新成长的教会，我回应到昨天也分享，第一个就一定要有清晰传达的意向，教会要有很清楚的意向，因为当你意向清楚，人们才知道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没有目标，没有意向，人们就放肆。放肆之后就懒三走、懒三共、懒三行，也就不知道没有一个一起的目标。当我们看到牧师、长老只是甘心乐意聊了去，他愿意下水，那么我相信其他的人看到了，他愿意一起来参与。所以教会我讲一遍，不是建筑，是一群人。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好好的去栽培这里面的人，我常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把不会的教到会，叫做教会。教会要的是教会，教会的。所以在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昨天我看到那年轻人，我昨天播了那个，他们的方法是这样：我一定当教练，教练就是要教人。你不会运球，我教你运；你不会投篮，我教你投。乒乓球你不会发球，我教你，每天练，教你，我教到你会。教练就是我做你看，我教到你，那你看，那你现在做我来看，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做做看，就这样。我觉得教会是必须一起来，让每一个人都熟练他要做的事情，更多的人一起投入跟参与，这个就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把清楚的意向讲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先跳回来这里看，所以当你这样，你可以得人如得鱼。我说你看见什么，就会决定你要做些什么，对吗？你一定要得让他有个意向，让他看得见，他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目标了，目标导向了。所以我们都知道 MVP 嘛，每一年都选 MVP， 这个就是最好的嘛，对不对？那这个用我们的信仰角度，就这三件事。第一个叫 mission，mission 就是使命嘛，你一定要有使命感，一定。我觉得教会就是要给弟兄姐妹一个使命。第二个 V 就是有 vision， 就是要让他有意向、有愿景。那第三个叫做 passion， 一定要有热情啊！我讲到现在来，我一直相信，如果没有热情，大概就很难做下去。所以，当我们愿意把领袖带起来，让他有清楚的意向，然后可以让大家一起来投入跟参与，彼此来沟通。好，那你说，大家都会这么顺服、这么听话？当然不会，困难都很多。我可以跟你讲，
我们年轻人开始带的时候也是很困难，他这个意见那个意见都很难啊，但是没有关系，让我们好好的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来做。特别，我们就花更多时间祷告，真的。当然，你一定要看到价值，你才肯跟呢。我说我们的年轻人，昨天我是没有分享啊，我简单讲，你觉得这容易做到吗？因为今天刚好有年轻人，昨天没讲，今天补讲几句好了。不在我今天，不过我今天想到，我分享一下这个，我就跟我们的年轻人挑战嘛。我说这样好了，所以他们传道沟通完，他们就下去这样。因为年轻人如果可以不要，因为年轻人可以被要求。他一定是因为他看到价值，他才愿意。所以我说三代门徒要怎么做，他一样嘛。那我愿意付出，我带领你。他们，你想，大家这么忙，国中生啊，哈，高中生啊，他一放学，大部分事情做什么我是不知道，但是一个礼拜，传道跟师母2个人，他们挑了10个人。1个人带5个，放学之后1个礼拜一定会来1次，不是礼拜6啊，不是礼拜6团契时间，就是周间来。我陪你1个半小时。他们有一本书陪读，传道自己陪，他陪了5个人，师母陪了5个人，就陪他12课3个月，陪你完了。我不止，我陪你书可能陪你30分钟，但是另外30分钟我跟你讲话。我陪你聊天，我分享你现在在家里，在你学校，在你个人，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谈。我关心你，就是这样，跟你建立关系。当你建立关系之后，3个月要做什么？3个月过去要做什么？3个月过去之后，再挑10个人，这10个人会去陪读那10个人，一样用这本书。我过去这3个月怎么带你，你继续再带另外10个人。所以当他们继续这样，可是，所以我昨天有分享，我们一个国2要升国3的，他带的是高1的，被指定的那是高1的，他带高1。你国2、国3的可以带高1的吗？顺服啊，而且带得很好，带到他也心服口服。我跟你讲，不是年龄的问题，很多人信主，这完全不是年龄的问题。在后的也会在前啊，可是你不进，在前的都跑到后面去了。所以，但是呢，这群10个人要不要牧养？有，所以传道就说礼拜五晚上7点钟来，7点钟，这10个人跟师母12个人，7点钟每个他们周间什么时候在陪读不知道，就反正你一定有个时间，1个多小时你去陪1个人。3个月，然后之后，但是每个礼拜还要礼拜五晚上再来教会跟传道一起祷告，他们有一个同工的祷告会，已经够忙了吧？然后礼拜6，因为晚上有学青的聚会，我们学青牧区的聚会，所以他们是晚上7点开始聚会。但是他们2点就开始预备，2点来预备什么？我跟你讲，就好多要预备，我不知道他们预备什么，我就看了这些，还真多事情要做。晚上的敬拜练习，光敬拜就练2个钟头。我说你们要练那么久干嘛？我就说要火，他们这是练到他们有专门的敬拜团队，还有其他的破冰的什么，他们很多事情要做的啦。场地啦，今天晚上还再来就是继续用差不多将近30-40分钟继续一直祷告，为晚上的聚会祷告，然后7点才开始。这个还我现在只是举例子，还挺尾声的才做得到对吗？然后呢，半年过后，慢慢的他们一样继续在带，每一个人都继续带更多的。那我们也有我们门徒装备的课程。那么怎么传道就也一样，这些同工都一起来，从1-1、2、1-3，从成长班这样一直上。他们年轻人也是要再继续做装备，这2年来继续走。
所以我跟各位讲哦，没有一件事情是不会遇到挫折跟困难的，真的只是你要或不要。但今天弟兄姐妹他们当愿意的时候，就看到我在说，我才2年，从20-30个人，今天星期六聚会已经60个人了，年轻人有60个人，所以我很感谢主。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看见什么，再决定你要做什么，要 mission， 要 vision， 还要 passion， 才做得到。因为同心合一是建造爱跟健康教会的前提。我们教会有装备，我讲过，这个是个装备，包括年轻人、成人，我们都按照这个装备，要让他做门徒，就是要走门徒。你不做门徒很难呐。我们今天下午是精兵班第一次上课，第5期精兵班，就是下面13课程下面有一个精兵班，领袖精兵班这个课程。那么我们14号、15号下礼拜6整天8点到5点半。然后礼拜天下午1点半到5点半，我们1天半的。那这次全部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教育馆，我们在教会举办2个营会，这次举办1万跟110的营会，我们这次办2个，那一样啊。但我们防疫也是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是要安排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受装备。所以你看见你价值，你就会做出选择，对吗？否则你一直往这里走那边，你还是害怕，你就不知道怎么弄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相信，神都会带领你。那我在这里讲，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相信教会，如果你好像在拉这个车子，我过去用这个例子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车子上面都是圆形的轮子，可是他们不去使用。他们每天还是这样在拉，就好像我说那个翅膀上面绑着黄金啊，一样意思啊。那么他们拖的是一个方形的轮子，那么就是前面的人大粒竿小粒竿，对吧？不要让它匹配串，然后就很辛苦的这样子拖着这个车子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子做，就是他们原本大家都是这样，传统都是这样，他们习惯用这种方法，觉得四方形就蛮好的，一直做几年来都这样做，也是这样做也没关系啊，反正开心就好，反正都是这样嘛，以前这样，我们今年也是这样，继续做吧。直到有一天，教会换上了这个圆形的轮子，他们换了圆形的轮子之后，然后有一个隐形的风帆，那个这样有一个帆啊，你看到，其实那个是隐形的，我们画是一个隐形的，看不到，但是有圣灵的风要吹动它，对吗？你把圆形的轮子放上去，然后乘风而行。我想不用再靠着自己的力量才知道让教会增长，而是你怎么样与神同工，你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对的方法，能够让教会继续能够往前来走。所以换句话说，教会应该关键的是不要害怕改变，因为在改变当中会看到机会。四方的轮子代表教会的阻力，我刚刚讲这个是教会很多的阻力了。坦白讲，你莫名其妙弄了很多的阻力，很多你自己不知道你已经设限的一些阻碍，真的让它寸步难行。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些，我跟我的教会都是讲一句话：真理不变。我对真理坚持得很严格，我对真理是要求到，我们是真理很妥协，你知道吗？走到今天都真理在妥协，但是有些不太重要的东西，抓得很紧，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把真理抓紧，神的话一句都不让。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可以改的、可以弄的，这为什么不能改呢？真理不变，但是方法可以变啊！阿妹吗？这是我分享给大家，我是觉得这是真的，可以大家想想看吧。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这是我有一本书啦，但是说有这个书哈，就是他们出了很多本书啊，这个教会出很多书，这本书我们曾经在长执会一起读。我们一起分享，叫做《先神后人在大地》，这是一本书了。
我们长子都有读过，我是觉得这个很有道理。我觉得教会有几个核心价值，我们就跟教会讲，你要有这几个核心价值。什么叫做先神？我告诉你，先求上帝国家的义，安那厝内拢安那，拢算好你对吧？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都加给你。神有没有先说？刚刚我们也讲嘛，我们首先第一的就是什么？要尽心尽心尽。第一就是爱神嘛，第二要爱人嘛，对吗？所以有没有神仙？一定。所以你看那圣经，拢把上帝摆第一。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呐。在我的教会中，不管怎么样，神摆第一吧。先神啊，人啊，问到囡仔狗啦，我昨天讲很多事情呐，大家都是顾小孩怎么？我跟你讲，你到最后，你大家都是为顾人，结果神就越来越弱了，就你离神也蛮远的。最后在大地，什么是大地？我想，我们的环境、职场、我们的工作，所有的这些你接触的面，都是神托管给你的大地。真的，这个顺序我觉得非常关键的。这本书我自己是觉得蛮受益的。对这个，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神的关键在教会里面，先恩典后真理我觉得教会要有爱神就是你看耶稣也一样。那个妇人行淫可能要被当场打死，不止这个例子。耶稣从旧约到现在，我看到神的恩典是很多的，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拿来讲的时候，一定先恩典，后来才够经历嘛，对吧？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用很多话定死一个人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了，但是要告诉他真理，这样子。第三个是先关系后事工。我就说我们的工作是工作上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不是我们建立的是彼此的关系。刚刚那年轻人跟传道跟他们彼此都先建立关系，我们建立跟神关系、跟人的关系都建立好之后，我们再谈事工，先把关系弄对了，再来先信心后理性。我不是说理性不对我没有说不要理性。但是一定要先信心用人的判断做不起来，还卖走，还不可能卖。第一句就跟你否定，用人的头脑过不去就不做了。但是你看旧约到新约，过约旦河，过红海，我跟你讲，那根本都是信心的，同意吗？绕耶利哥城，一天这样绕一遍没倒，上面人都在笑了，要不要走？明天继续走。绕到第5天，你还绕得下去吗？到第6天什么都没变，到第7天说还在绕7次，对不对？最后一天还多绕了好几倍，然后说大家都不要讲话了。当喊一声就哇呼喊的时候，耶利哥城就这样倒塌，你还觉得那个是真的吗？我看起来信心很重要，那些跟逻辑跟理性都不一定搭嘎，对不对？好，最后要看一下，就是先生命后恩赐，对不对？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我觉得人灵命啦，生命到我跟你讲，他一大堆很会做，他技术、技巧、技能、方法都很棒，可是生命不好，就像我昨天讲的，品格不到了，没有品格，这个也没办法。这个人你给他服侍越多，后果越惨，真的。最后就是要先顺服，我觉得顺服很重要，权柄的顺服，这个在我们教会是蛮强调的啦。然后再来后领受。最后我今天讲到最后一个，就是要成为健康教会成长的话，我觉得教会可以有2个啦，一个是福音预工，对不对？我们都想传福音嘛，教会真的。那我们有做很多福音预工，就社区的窗口事工，或是我们个人去建造的那些事工，都是福音预工。当你福音预工做得越好，像我知道我们教会应该也有做很多跟社区。那我们教会除了在学校校园以外，在教会里面周末儿童营，每一期开的时候，大概有100个孩子会来。那100个孩子就接触了超过100-200个家长，就是会有机会接触他们。
这个也是做。那在这福音事工里面，我们很少在那里就直接教他决志信耶稣了，不会了，因为这个地方不是做这个。再来，才要做福音外展啊！福音外展就是我们教会做幸福小组的布道事工啊，就是透过小组，我们不断的去做这些福音传播的事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想它是一个你创造接触点，发现需要，然后继续慢慢，然后看你满足你的需要，切入福音，塑造，让它可以留在这个教，留着存活下来，跟你在一起的机会。然后慢慢它开始有了之后，我们才会去养育它、培育它、训练它，一定是这样的。按照这个循序渐进，从窗口事工，不管做福音茶会、社区事工、小组活动、个人关怀服事，各样的形态的信仰分享都可以。然后去给它氛围做好，运用策略，然后我们教会透过小组去关照他，去跟他建立关系，有很多了。然后再来就落实爱的生活跟服事，这些是我们可以看的。然后我刚刚讲3合1的福音策略，就是它有3步嘛。你先有一个序曲，序曲就是窗口事工，不管是社区啦，我们教会也是加入那个急难救助，我们送东西给孤独老人，还有我们有关怀的家庭，就是配合1919做这个福音事工的外展的。然后社区学院或者其他的像儿童的周末营等等的，那么创造接触点，这里当中就比较培养他邀请的能力。再来就是福音义工，我们会有办福音茶会，培养邀请力，继续让他遇见耶稣，让他渴慕，让他觉得这个你的故事跟你分享的，让他慢慢有感觉。最后灵魂收割，我们是放在幸福小组里面，透过8次的幸福小组的聚会来带领他。但是这之前，我们花一点时间跟他做接触，去带领新的朋友，让他可以进来这个当中。好，我分享到这里，来鼓励一下啊，谢谢。那我想我这里最后，我们先把它播一下那个PPT 的同工嘛那个教会的教育馆，因为我先讲那个教育馆是这样。昨天牧师有跟我提一点点，那个教育馆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教会都盖40年非常老的房子，其实都去过我们教会知道，没有很好的环境。好，你先看一下好了。好，这个是空的啦，我们是跟一个大楼租了1层，它旧的我们把地板全部敲掉，全部它旧的东西全部拆到光，连天花板什么全部拆到没有，这都我们再开始慢慢木作工程，慢慢做，慢慢地板。就一步一步做这样子。我们的电梯也给它布置了一下，这是外面进来的地方。这个坪数室内是100坪我们租了100坪，1个月的租金加管理费大概10万。所以我们租2年了，从2018年1月开始用，但是我们是10月开始付租金7、8、9装潢他没收钱10月收租金，那2个不要算，就算2018、19不对，讲错了，18、19，今年20嘛还没对，18、19年用2年了，所以一年如果120万，2年已经240万了，对吗？这个空房子从拆除到装潢，在外面装了一个 LED 很大型的电视墙。我们有在大楼外面，我们自己买了一个电视墙，可以播我们教会所有的东西。那个电视墙大概我印象30多万吧，35万，还是有一个大型的电视墙在马路边。然后这样全部装潢也大概快花到
因为我们的冷气全部自己重装了，然后所有的音响大概100多万嘛，然后这个灯光、音响全部弄好，大概也快450万了，然后再加上外面那个东西就快500万了，那再加上现在已经花掉250万以上的租金了，所以光为了这个教育馆，我们已经花掉700多万了，2年了，烧掉700多万了。但是值不值得？我说就看见价值，就给他做下去。昨天已经分享，昨天那些年轻人用的，你看那个就是在这个教育馆里面用的。现在我们播放儿童先介绍儿童的简介，儿童的有音乐哈，帮他给他弄音乐，帮我播一下。这是每个礼拜天早上儿童，我们现在儿童大概80个儿童，有80个儿童，20多个老师，从小就让他们热情的敬拜。我刚刚讲的不是口号，就是这样做的啦。你就是我的诗歌，你就是我的盼望，是我在绝望中及时的拯救。这个双胞胎才3岁，他们继续这样跳，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做 QT 哦，这2个小孩。我们不断的练破冰，从小到大都在玩破冰。这首歌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教会的儿童的主题歌。喜悦的孩子，单纯像一个孩子，你就是我的喜乐。0到3岁亲子小组，我们现在叫做儿童牧区了，除了学改名也叫儿童牧区了。你就是我的喜乐，你就是我的盼望。4到6岁。这是我们王牧师。刚刚看那个就是我们的教材，我们就只用我爱主耶稣，就是那一系列，在这里读的，回到家里继续读，就是继续，全家长也会跟着他们一起来。因为可以读神的话语，可以来敬拜，很开心。未来 JK 可以感受到神的祝福，因为有很多朋友。因为在这边可以看到许多小朋友的笑容，也可以和大家玩，也常跟耶稣同在。唱歌跳舞，喜欢玩游戏，可以在美神的地方唱歌跳舞，喜欢敬拜的地方玩游戏，喜欢 JK 的破冰游戏，因为他自己文献娘。老师的分享，同学的亲身经历，牧师的见证，很像一个孩子。来鼓励一下。我们这个 JK 的意思呢，我昨天讲，我们年轻人有一个名字叫 YS， 就是 Youth Saturday。那 JK 的意思就是3个字，一个是 Joy Kids， 喜乐的小孩。第2个 Jesus Kids， 就是耶稣的小孩。第3个就是 Just Kids， 要单纯像小孩，就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教会把它转型，把它慢慢改，让这个，所以就很奇妙。从原来40-50个、40多个小孩，现在也1倍了，也变80多个、80-90个小孩，在礼拜天儿组的里面哈。所以这个是好。那再看一个，那因为儿童，我们就办了这个暑期的儿童营，那也可以看到全教会在这件事情也很好的一个。
有一个他们在3个月前就开始准备布置所有的这些营会的事情，老师都自己手做了。这些年轻人也很帮忙。Thank you, God, for saving me. Thank you, God, for saving me. Rescu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deep. Rescu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deep. You set my feet on solid ground. You set my feet on solid ground.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Everything I have, I owe it all to you. For everything you are and all you do, Lord, I could write a book, fill every single page with a million reasons to thank you, Thank you, God, for the big blue sky. Birds that fly so high. Birds that fly so high. Thank you, God, for all my friends. Thank you, God, for all my friends. Thank you, God, for your awesomeness. Thank 那 you, 个我儿子 for your awesomeness. Everything I have, I owe it all to you. For everything you are and all you do, Lord, I could write a book, fill every single page with a million reasons to thank you, Lord. 那我儿子。I know you're by my side, so I am holding on to your promises. You are the God who holds my future, all my dreams, so I am holding on. You never let go of me. You gave me hope when hope was all but gone. A second chance to sing a brand new song. You opened up my eyes to see. You rescued me, rescued me. You showed the way when there was no way out. Cleared up my mind when you erased all doubt. You made me strong when I was weak. You rescued me, rescued me. Through every storm of life, I know you're by my side, so I am holding on to your promises. You are the God who holds. Space that His love can't reach. There's no place where we can't find peace. There's no end to amazing grace. Take me in with your arms spread wide. Take me in like an orphan child. Never let go, never leave my side.
刀剪下去那个永生的小孩子。 把困难都带到十字架前面来。 感谢的给他们的老师小朋友。这个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每天礼拜1到礼拜5，礼拜6再有一个结业式。我们这个办了3年。 是你所爱的孩子，在我们孤单的时候，担忧的时候，挣扎的时候，甚至我们犯错的时候，你都没有离开我们，你仍然爱我们，把我们捧在手心里，原谅我们的过犯。 成为一个好孩子，谢谢你，我们会更坚强，我们会更爱耶稣。小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再给他鼓励一下。我想这个，当然每一个教会有他自己的不同的做法。那我是说，我们来一起鼓励啊。我们2个教会都差不多都100多年的教会了，总是要去给他改换。那我再回到昨天跟今天讲，如果教会失去了儿童跟青少年，我们将没有下一个20年，就这样。所以我花很多的，我们愿意花很多代价跟时间。 去做儿童跟青少年的事情，那也是我们彼此来鼓励跟勉励。好，我相信这也是非常美好的哈。谢谢，因为时间有拖了一点点，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谢谢大家。咱感谢哈蔡牧师今仔日和咱的分享啊，这个时阵咱用一点仔时间，特别跟我来讲着怎么样的让活化空间，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活化起来，活用空间呐。 啊，好，咱的生命会当活起来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哦。活用空间，活化生命。拄啊，咱有唱一条歌哈，拄啊，迄个敬拜团有带我们一起开始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有唱一首歌。那首歌他特别在提到，就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像鹿一样来切慕溪水。我们用这首做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祷告，让我们时时刻刻。 都用敬拜的心，然后渴慕亲近主，敬拜他，让他带领我们的生命哈。神啊，我的心切慕你，路切慕溪水，唯有。
起立。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神啊，我的心切慕你碌碌，切慕细碎，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我们用一点时间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领受这么多信息，唯有求圣灵来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充满热情，让我们心再一次渴慕，能够到生命的源头，我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面前，得着他自己的激励，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如何来建造比我们更强的下一代，为他们预备，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生命所领受的，在今天成为教会的中间。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口，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让我们当各一摆在你的面前得到鼓励，恳求主你自己来造就，让我们的教会当恢复教会本质，成做一个健康、勇敢的教会。主啊，恳求你帮助我，真是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再次告诉我们教会在你心目中的一个本质，让我们能领受你圣灵给我们的一个热情。你给我们这么多的资源，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活用空间，活化生命，让我们能够分享福音，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爱又健康的教会。愿你的慈爱跟怜悯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今天再次得力，也让我们能够再次领受你给我们士林长老教会的使命。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主祷。天父啊，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你对我们是创始成终的信心。我们相信，当我们的教会继续向着130年奔跑的时候，主啊，你就给我们一个定向，一个梦想，一个未来。我们也求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小看自己年轻，让我们愿意一生跟随耶稣。愿主耶稣基督你无限的疼痛，天父上帝丰盛的恩典，以及圣神的感动，要甲完整大家，特别甲士林长老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阿们。请坐。感谢主，咱今天的主会到这个所在，互相请安。明天早上记得哈，我们是9点第一堂礼拜，10点半第二堂礼拜哈，我们彼此互道晚安。咱嘛望哈，特别这款呢，疫情的中间哈，大家有更较侪互相带动哈。看 YouTube 的伙伴哈，再见哈，大家平安。好，多谢啊，咱来拜托小会员，踮咧头前小坐。